樂壇天后鄭秀文原定星期五起一連3日喺啟德主場館舉辦亞洲巡迴最終站演唱會，點知主辦方無預警宣布演唱會因為舞台安全問題延期。鄭秀文其後親身拍片向 fans 交代，坦言對演唱會延期感到震驚同失望，但係為咗一班 fans 決定改辦免費答謝會向 fans 致歉。有細心嘅網民就發現，原來今次鄭秀文演唱會嘅監製係林浩源，佢曾經喺2022年擔任 MIRROR 紅館演唱會嘅總監製。有網民就話林浩源每次做演唱會舞台都會出事，意外一單都嫌多。亦都有人話自從 MIRROR 演唱會意外之後，政府更加會望到實。而鄭秀文好快就重拾翻心情，備戰跟住落嚟嘅答謝會。佢喺社交平台分享彩排畫面，希望可以以最佳狀態同歌迷見面啊！